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咱们不绕弯子，直接带大家踏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去探索和保护一张极其古老的文化藏宝图。我们要一起揭开一部绝对震撼世界的古代巨著的神秘面纱，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奇迹般的被保存下来，又是如何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直接深入这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件。今天咱们的探索路线图非常清晰，一共分为5站。首先感受维吾尔文明的巅峰，其次了解数十年的学者奉献，接着看这部翻译巨著的诞生，然后探讨为什么说它远远超越了一部词典，最后去触摸那份鲜活的语言遗产。咱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维吾尔文明的巅峰，一份真正闪耀的遗产。资料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伟大维吾尔文明的明亮倒影。哇，听听这个评价，是不是充满了敬畏感？它其实非常完美地捕捉了马赫姆特和他的底万，也就是那部大名鼎鼎的《突厥语大词典》这本不朽巨著的精髓。你想啊，把时间拨回11世纪，在那个文化大交融、思想大碰撞的繁荣时代，这部作品绝对不仅仅是把一堆文字简单地拼凑在一起，它其实更像是一面澄澈的历史明镜，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把那个时代极其璀璨的文明之光给折射了出来。作者当年可是用双脚丈量了极其广阔的土地，记录下各地的方言和习俗。正是这种超凡的宏大视野，让这本巨著成了一把解锁早期文明的关键钥匙。因为它包含的信息量真的远超你的想象，它绝不仅仅是一本语言学著作，它简直就是一个超级知识库，涵盖了突厥历史、文学、民俗。你敢信吗？甚至还有天文学。大家试着想象一下，在那个连互联网的影子都没有，更别提什么现代科学仪器的年代，一部原本被归类为词典的书里，居然塞满了先民们仰望星空、观察星象的智慧，那种口耳相传、让人热血沸腾的英雄史诗，还有日常生活中最接地气、最生动的民俗节庆。在这个看似普通的词典里，随便挑出了一个词条，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或者是一套极其古老的农耕历法。能在那个时代把这么多维度的人类知识，这么宏大的世界观硬生生装进一本书里，这种广阔的视野放在今天看也绝对是人线级别的操作。那么这本书是怎么流传到今天的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2部分，数十年的学者奉献。他们绝对可以说是幕后的现代英雄。15，大家停下来感受一下这个数字，整整15年。这个绝对不是什么轻描淡点的数字，它沉甸甸的，它代表着一个极其专注的现代学术团队，为了研究和收集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残车资料，死磕了整整15年，是那种坚持不懈、连续不断的努力。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这群学者就埋头在浩如烟海甚至破烂不堪的古籍文献里，他们得逐字逐句的去抠那些几百年都没人用的古代词汇，去推敲哪怕是一个极其微小的语法结构变动。这不仅是对脑力的极限压榨，更是对耐心和毅力的疯狂考验。说真的，要不是这15年的默默死磕，这座古老的文化宝库今天8成还是一把铁锁锁得死死。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神仙团队合作和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大家看这份名单，阿卜杜拉·阿凡提、伊布拉黑·阿凡提、上阿凡提，还有哈比布拉·阿凡提，也就是大家可能更熟悉的阿卜杜热西提。这不单单是一个名字列表，就是把毕生最黄金的学术年华全部砸进这项艰巨使命的硬核学者。你想想看，无数个熬红了眼的深夜，他们在分歧中吵得面红耳赤，然后又在严谨的考证中握手言和。正是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让他们扛起了这份历史责任。书里每一个看似轻松的精准翻译，背后绝对都是他们无数次的推倒重来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接下来是第3部分，翻译巨著。咱们看看这15年的心血是怎么从一堆原始文本变成最终出版物的呢？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完成这场华丽蜕变的呢？其实就是非常硬核的3步走。第一步，最痛苦的，也就是像大海捞针一样去收集原始历史资料。学者们真的得满世界跑，在各个档案的犄角旮旯里找拼图碎片。紧接着第2步，严谨的团队翻译和科学研究，这一步太难了。你不光得懂这门语言，
还得懂当时的历史，懂他们的文化。您得保证译文的每一个字经得起后来人的拿着放大镜推敲。最终，所有的汗水熬到了第3部，科学院终于正式发行了第3版出版物。太不容易了，这不但给全球的研究同行提供了一个极其标准、绝对靠谱的参考蓝图，更让这部曾经束之高阁的巨著，终于接地气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么这部巨作到底写了什么？第4部分，超越一部词典，百科全书式的视野，这个标题就很有意思了。平常啊，咱们一说起古代语言学文献或者词典，大家本能的预期是什么？大概就是一些枯燥无味的生词本，加上极其催眠的语法规则，对吧？但实际上，这部剧作彻底颠覆了这种预期，它里面居然包含了跨越整整30年时间跨度的历史、地理和民族志记录。学者们在翻译的时候自己都惊呆了，里面极其详细的记录了当时各个部落怎么分布，游牧路线往哪儿走，山川河流的具体走向，甚至连不同部族吃什么、穿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所以，与其说它是词典，不如说它是一部展示11世纪中亚社会风貌的百科全书，一个无比鲜活的时代时间胶囊。这种预期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恰恰是让无数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彻底入坑、为之着迷的原因。资料里有句话特别戳中我，每一个字都是我们的文明。毫不夸张地说，这句话直接把语言和文化认同之间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联系里说透了。语言从来都不只是个让人张嘴聊天的工具，它是咱们文化的 DNA 啊。老祖宗们当年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怎么在大自然里摸爬滚大的？怎么在茫茫戈壁或者绿洲里建起那么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的？所有的这些全都被高浓度的压缩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词汇里了。你把这些特定的古老词汇保住了，实际上就是保住了祖先的记忆和智慧。一旦这些词没了，抱歉，那些活色生香的历史细节、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就彻底在历史长河里灰飞烟灭了。这就自然过渡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部分，第5部分。鲜活的语言遗产以及它们在现代语言中的回响。咱们不搞虚的，直接来看几个带有特定突厥语后缀的古老词汇，感受一下有多接地气。比如表示多水地带的 Sulak 和 Suluk， 还有指代牧场的 Otlak。最绝的是这个词 Kushlak， 翻译过来就是冬季定居点，或者叫冬窝子。这个词一出来，画面感瞬间拉满，你仿佛能看到游牧民族为了躲避极其严苛的寒冬，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下苦苦寻找生存庇护所的样子。再看 Tuzlak 盐田，要知道在古代盐可是能保命的极其珍贵的硬铜货，这个词直接就把当地地理资源怎么影响人类定居模式给点破了。那些独特的山川地貌，能冻死人的严酷气候，就这样死死地烙印在了他们的词库里。透过这些鲜活的词语，千百年前那片土地上的风霜雨雪，还有老百姓的生存轨迹，是不是一下就变得触手可及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引人深思的问题：这份被现代学者们耗费15年青春死磕硬拽保存下来的知识，究竟会怎样塑造下一代的文化遗产呢？这部跨越1000年的巨著，显然不仅仅是放在博物馆玻璃柜里让人缅怀的过去，它更像是一把能直接启发未来、增强文化自信的万能钥匙。当后代的年轻人再次翻开这些书页的时候，他们读到的绝对不再只是干瘪的文字，而是祖先实实在在的呼吸与心跳。毕竟，文化保护从来都不是画个句号就结束了，它永远是一个在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生的过程。非常感谢大家陪我一起完成今天的深度解修，咱们下次见。